早吼，各位朋友大家早啦！哦，我是安尼敢听有老师老早有听到你的声，好，迄个啥，欢迎大家啦，来做伙来斗闹热安尼。哦，我等下特别开始讲啊。伫讲的时阵呢，大家若有啥物想法，会当伫边仔的楼话内底去拍字。我看到我会找适当的时机来回应安尼。感谢大家啦！也是讲画面啊，我等下会分享画面，因为他拄仔进前嘛有人咧讲啦，讲进前的 PPT 是毋是画面伤细啦，还是啥？我等下来试看卖，恁看敢有法度用安尼吼？我先来看放外 PPT， 大家看安尼大细敢有熟悉吼？等我一下哦，吼安尼咧，安尼等下啊吼，我看我的 PPT， 安尼会使无？安尼敢看会到画面？看会到，会先细无？袂大袂，不过是用手机仔的人，都真正用手机的人会较有受限制，嘿，受限制。安尼我着先莫看信息，我着先甲伊用较安尼，若无看信息，我会当甲伊用较大咧，安尼。全音无安尼咧，伊若用全音无咧，安尼好无？是共款啊。安尼无转哦，无较大哦。无啥物。安尼无较大吼。无。因为迄个啥，迄个会当用的画面啊，安尼较大，安尼较大。安尼电脑较大。对，安尼较大。无咱就安尼，安尼咱就，因为吼，即个是系统的问题啦，吼，迄个简报的资料啊，吼，就是我遮就算用全银幕啦，吼，全银幕嘛是，就是恁头拄讲较细，我即摆吼用即个画面，就是讲我会当看到正边一寡大家的面啦，吼，一寡人的面安尼吼，有开镜头的，像讲迄个啥加拿大的战胜老师吼，温哥华的吼，我有看到你的迄个面啦，吼，好，迄个啥PPT 嘛秀会着，无咱就安尼好啊啦，吼。好，咱就安尼好，好，欢迎大家啦，吼，咱今仔日要来看的吼是即个街头的台语观察啦，吼，就是讲算一个较轻松的问题，甚至互大家思考一下讲啦，吼，台语未来要安怎行，吼，身为一个台语运动者啦，吼，我一直咧想讲台语复振的路啦，刷落来要安怎行才会顺啦，吼，就是我进前啊，吼，伫即个。甲海外一寡共乡啊吼，一寡台湾同胞吼，在讨论的时啊吼，我有讲到一个物件啦，讲吼拍倒啊吼，即个古人格里亚以后的大位啦吼，要安怎行落去？就是讲咱知影圣经故事内底啊吼，有一个足歹的人足大壮的吼，伊叫做格里亚，吼有一个一个细粒子的迄个大位甲伊拍倒嘛吼。OK， 拍倒以后咧。拍倒当然逐阵欢喜过来咧，所以吼，咱台语啊吼，台语运动其实即摆行到一个转型的时阵啦，吼，行到一个需要转型的时阵，就是讲啊吼，咱以前拢讲吼，国家的体制打台语啦，吼，但是你看，当国家语言法典法通过啊，它有国家正式的明确的法律来保护即个语言啦。当台语已经要进入国民教育的各阶段，恁知影明年开始啊吼，国中甲高中嘛必修台语课啦，所以咱即摆台语课变成国小、国中、高中拢有啦。幼稚园啊吼，甲国小，即摆已经有所谓的浸水式教育，沉浸式教学啦，会补助申请，就是恁若学校愿意做，迄个政府嘛会甲你补助，所以等于讲对幼稚园到高中，伫明年开始拢有可能会当接受到台语教育，当有法律保障。进入正式的教育体制，当政府已经开始使用台语，开始补助台语活动，这等下咱来讲。当护照的外译的名会当用台语发音，就是讲你汉字的名，护照汉字的名你袂当改，但是伊的发音的部分啊吼，你已经会当用你的台语用罗马字去标注你的名啦吼。
对啊，银行开户嘛，已经有人用台语罗马字去开口做，嘛已经成功啊，所以你即马要讲啊，那头拄我讲的这个情形之下，你要即马要去讲哦，政府打压台语，其实已经讲袂通啊啦，对吧？已经讲袂通，就是你今日当用台语罗马字去银行开户开口做，你今日当用台语的发音去办护照，你政府嘛咧用台语啊，学校已经咧教台语，正式的课啊，佮有法律补助台语，所以台语已经无去用打压啊。但是无去用打压的情形之下，咱看到台语悠远也毋是一个真重视的语言，对吧？啊，所以说落来。要安怎行啦？这就是我这几年一直咧思考的问题，啦。吼，就是台语复振的路，刷落来要安怎行？好，咱讲啊吼，用来说服大众啦。讲台语言需要复振的理由，会当分做两大类啦。第一类就是情感性的理由，第二类就是工具性的理由。什么叫情感性的理由咧？情感性的就是讲像讲这台语要死啊啦，咱来甲救起来啦。也是讲啊吼，迄个台语啊吼，你就是你讲你偌有效，像以前我定定讲诶，你偌有效，你家己的囡仔教去背忘，甲祖先讲的话啊吼，你拢听无啦，伊祖先拢听无啦，就是祖先讲的话，你的囡仔听无，你的囡仔讲的话，祖先嘛听无，安尼讲叫做有效啦。对，以前咱拢用这种情感性的理由，什么台湾人讲台湾话啦吼，这理由来。因为来领住大家啦，是安怎呢？因为过去咱有一个真强、佮真有力的敌人，就是打压咱台语的政府。过去哦，过去，所以咱用种种情感性的理由，甲大家团结起来，互大家立袂散去，互大家会当继续拍拼落去安尼，迄是过去。但是即马咧，即马的少年人，敢有认为讲，身为台湾人一定爱会晓讲台湾话？遮嘛有少年朋友嘛，你家己想看嘛，你这身躯边的动物，敢有感觉讲台语才是爱台湾？嘛无嘛，对无？我伫大学教册嘛，大学生即摆已经拢甲我讲啥？老师啊，咱啥物一定爱讲台语，这是台湾人；啥物一定爱讲台语，这是爱台湾。我无讲台语，我讲中文，我讲华语，共款是台湾人，共款会当爱台湾，共款会当了解台湾啊，对无？嘛有啦，甚至有人甲我讲台语啊吼，伊就是咱卖互消息就好但是使用的路用嘛无介济所以咱就安尼互度就好懵度安尼就好所以少年人已经对这种情感性的理由啦，对咱的少年朋友来讲，已经无效啊，要安怎？你看，这是7月初差不多5天前我伫这个网络啦网络看到的物件啦。你看，伊讲伊阿肥，我阿公阿肥是网络，因一家拢会家己讲家己是阿肥啦其实无一定真正是肥啦你讲好，你讲我阿公阿嬷迄代，大概敢若会晓讲台语啦爸母迄代啊华语台语拢会当讲啦但是到这代啦，第3代啦，变成台语大部分拢听有，但是无啥会晓讲。即摆少年人拢甲伊共款，是无？伊咧问安尼嘛问讲少年人是毋是拢袂晓讲台语结果人安怎甲回应？网络的朋友安怎甲回应咧？网络朋友甲回应，你看者伊讲讲了溜了，除了摕来笑人袂晓讲台语以外，敢有啥物优点啦？就是讲，伊讲你台语讲了好诶，敢若摕来笑人，敢若会当摕来笑人讲了无好安尼尔啦，讲起笑安尼尔啦第二啦甲阿公阿嬷讲，拢爱用台语啦。甲阿公阿嬷讲，等于讲台语是老岁仔语言嘛，台语是老岁仔语言嘛。第三就讲啥？上下面迄个就叫啥？低端人口的语言啦，就是讲迄个较社会阶层较低社经地位啦，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才会用的语言啦。所以你看，就是讲伫网络顶面对台语是这种的看法。就是讲这老岁仔语言啦，这无路用的语言啦，这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才讲的语言啦。你看，所以这是5天前我伫网络看到的消息，所以是算是歹势煞走去啦所以上新的物件，要安怎处理这个问题啦？这个观念，社会大众的观念若无改变，咱的台语敢活，就是讲敢会兴啦，敢会旺，对无？
所以咧吼，我讲咧吼，台语复振即摆上重要的工课，就是要增加社会大众的支持度。这个社会大众是我讲的社会大众是原本毋是台语人的社会大众，就是咱咧甲毋是台语人的扣入来支持台语，尤其是少年人，所以吼要安怎处理啦？吼，我定来讲，一个少年人，你若18岁，会晓台语，还是讲10岁，你若10岁会晓台语啦，10岁会晓台语，咱台湾即摆平均的生命会当活到80几岁。等于讲吼，你台语一个10岁囡仔若会晓台语，台语就会当加活70几年袂消失。安尼有路用无？足有路用的，对无？所以咱来支持，咱来去争取少年人的认同台语，这就是咱即摆上重要的工课啦。所以咧吼，语言的工具性理由变甲足重要，毋是情感性，是工具性。所谓的工具性理由，就是来说互大家讲，这个语言是有路用的，而且毋但有路用尔，是真有路用，会当互你趁钱，会当互你生活更较精彩。就是伊是有实际上的目的的语言安尼，这就是我这几年咧思考的问题安尼啦。所以吼，咱毋通安怎台语人啦吼，你这是要甲较资深的台语人讲的，咱毋通一直干那对牧师传教啦。什么叫对牧师传教？牧师人就是教会人啊，啊你对牧师传教要创什么物件咧？吼，所以现阶段社会运动者、台语运动者应该做的，就是互大众了解讲。台语会当用伫什么所在？学台语有啥路用？安尼才会当说服更较侪人认同、使用、推广台语，对无？工具性理由真重要。所以语言的工具性理由，即马比伊的情感性理由更较重要、更较必要。我感觉伫现阶段来讲，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咧，台语到底用伫倒位？台语伫民间的使用。敢像你演过想的安尼，什么吼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咧用的啦吼，还是讲啊吼较有无啥路用啦吼，会当甲老辈讲啦，敢安尼吼，敢安尼吼，来咱来看。所以今仔日主要的重点就是要甲小解讲，台语即摆伫台湾的社会到底用伫倒位？到底用伫倒位？英国台语看板是怎款的啦？因为伊有出一本册，叫做《看看板》啦吼。我甲另外2位教授，阮3位教授咧吼，合作起来去收集台湾的台语看板，啊出一本册，前卫出版社前卫出版社啦吼。啊吼，伊吼叫做看看板，内底有一寡看板吼真趣味啦。这就是英国台语看板啦。这安怎念咧？这叫做。显著的加倍啦，哇，显著啦，显著哦，啊吼，这个叫做啥？这个吼叫做乌妈妈腰龟包啦，吼啊实用的建议是啥？小看腰点一个，腰瘦腰点2个，爱乌爱白，爱瘦爱肥，爱讲清楚，无做了你的靠腰靠背啦。哇，这个是英国台语看板啦，吼，生做安尼啦，吼，也是讲啊吼，就这啦，就是叫做憨级啦，憨级啦。所以我讲啊吼，英国台语看板啊吼，我觉得真重要的特色，就是什么物件？你要用中文去念伊，但是啊吼，你要用台语去思考伊到底咧讲啥啦？像这个吼，憨。字有无用迄个华语去念伊，但是啊吼，就是发音是华语发音，但是意思是台语意思。我之前讲吼，这就是台湾人的精神分裂啦吼。这当初我去甲要做社会运动的时候，我定来讲这是台湾人的精神分裂，就是讲你念用华语念啊，但是想用台语想啊咧。是安怎？因为台湾人想要用台语，但是无法度，咱的教育无法度，互咱有教育的训练，互咱有才调，甲咱想要用的台语。正经用出来，迄是英国，但是即马咧，已经无共咯，英国是趣味100分，吼啊，但是即马的咧，吼，时代已经无共，用台语即马已经完全是真死行的代志。
台语会当用伫什么所在？咱今仔日吼时间有限，我总整理10个所在，我整理10种用途啦。即马台语现时当咧用的10种用途，互大家参考安尼。来，第一，伊的台语会当安怎呢？台语用起来伫国际上会当正做台湾特色。我相信大家拢有经，就是若定出国的拢有经验啦。伫国外，你若听到台语，你就真明确知影迄是台湾来的人，你第一个足亲的。哦，真的哦，伫国外听到有人讲台语，迄随亲好好，你知影？迄真正是亲好好啦吼，就是讲吼，我大家就伫遐，哦，你台湾来吼，你倒一个位啊，足亲的。台语即马伫国际嘛，正做台湾的特色，吼，有人咧讲迄个直播的网址，请公开啦吼，请迄个啥有知影的人甲斗铺伫咱的迄个老话内底，安尼我就毋免聊时间，搁去找网址，搁去铺起来安尼。就 YouTube 直播的网址，请人斗相共一下吼，有人甲斗相共一下。好，我继续讲落，吼，来，咱安怎伫国际正做台湾特色咧？就是讲，你伫国际，你要安怎展现讲啊吼，你是台湾人啦，你是台湾人，来。第一，飞龙机的杂志用台语罗马字号名，你知道？先武啦，先武这间啊吼，这间飞龙机吼，航空公司，伊是对迄个中影分出来，恁知影啦吼，咱知影。啊，这个航空公司啊吼，我甲各位讲。足有设计感的，真正是足有设计感的。你去看伊飞龙机顶的设计啦，包括迄个教你安怎下安全带，安怎用迄个，又安怎穿迄个救生衣啊吼，迄种足有质感的啦吼。结果，这个足有设计感的航空公司，伊伫飞龙机顶放2本杂志。吼，每一间你若坐飞龙机，你就知影飞龙机顶有2本杂志嘛。第一本是要甲你讲倒位好佚佗，就是讲你若感觉倒位好佚佗，你得去坐伊的飞龙机嘛，吼，对吧？就坐伊的飞龙机出国佚佗嘛。所以第一个就是好佚佗的所在，世界好佚佗的所在。第二本啊吼，就是买迄个免税的商品，对吧？吼，免税的物件，就是要互你 shopping 的啦，要互你买物件。啊，伊安怎号名这2本杂志？你看，先有。航空机，先武航空啦，吼，啊，飞龙机顶的杂志，第一本叫做 KIANN 第5条，行，第二本叫做买 BE 有无？买 shopping， 你有看到台语无？看到罗马字，佮有声调呢，有无？所以你知影伊的 slogan， 我面顶即个网址啊，恁家己去点，今仔无时间好点啊。即伫 YouTube 顶面，迄是伊官方的宣传网址，伊的 slogan 叫做啥 ？Let's 行，哦，伊就讲行 is to travel， 吼，行就是去佚佗，行就是去食，行就是去啉，行就是去听，行就是去享受，行就是安怎？最后一个 slogan 叫 Let's 行。嘿，你看，先话伊要用台语，先话伊要用罗马字，这绝对毋是因的董事长啥物想要推销台语啦，福建台语，各位啊。商业的公司，伊需要对伊的股东负责，所以伊绝对是用趁钱做第一个目的，优先的目的，对无？商业用途。所以呢吼，伊绝对毋是讲啥物是为着要福建台语，啥物放伫上头前，啥物我了钱嘛不要紧，无迄种代志，绝对是为着要趁钱。但是要趁钱会当用台语罗马字表示啥物物件？伊用台语罗马字表现伊即间航空公司是台湾的航空公司，有无？这是第一。第二，伊用罗马字，互袂晓汉字的人读会出来，外国人拢读会出来啊，对吧？会晓 ABC 就读会出来啊。你若有汉字，迄会晓 ABC 的拢读袂出来，你即本杂志，你就干那互会晓中文的人看，是毋是安尼？所以呢吼，所以嘛有人讲啊吼，对，这是嘛有人讲，伊就算毋知影意思。嘛会念会出来啦，所以伊个 slogan Let's 行，大概是对着的，对着迄个发音的，吼。啊，第三，少年人接受度真悬，头都有人伫迄个老话内底讲，我少年人的接受度真悬，无毋对，伫网络迄当中真浅，就是讲，哎哟，就是台湾人即摆已经会当接受台语，会当接受台语罗马字啊，所以你看飞龙机，好，啊飞龙机以后过来咧，吼，伫迄个吼。桃园机
桃园的国际机场啦，吼，桃园的国际机场有放一个这个广告单，你看面顶写啥？水也好啊，咱台湾，有无？这是蔡培慧先生的诗啦，蔡培慧先生的诗，罗马字。咱这机场是一个国家的门面门窗，就是讲所有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机场。所以你若去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国际机场啦，拢会用伊家己国家的特色，它的特色，吼。啊，咱台湾的特色到底是啥？咱的台湾文学馆就伫遐放一个台语罗马字，正做咱台湾的特色。迄个台语罗马字，像咱头仔讲的，台语会当伫国际正做咱台湾的特色啦。甲国际讲，咱有咱特别的文化、特别的语言，咱甲别国拢无共安尼吼。所以飞行机用台语，用罗马字。国际机场用台语，用罗马字，过来去日本发展的野球选手咧，用日语接受访问的最近的代志，有无？6月底，6月底差不多2-3礼拜前，迄个咱有一个去日本拍职业棒球、职业野球的，叫王碧莹嘛，伊去互日本人访问的时，伊就全台语接受访问，所以大家就感觉赞，大家拢甲拍扑啊啦，拍，因为啥喏？安尼。都有特色嘛，表示我是台湾人，台湾来，我以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感觉真光荣、真骄傲，就是安尼嘛，对无？事实上，毋是干那伊尔，我去网络查一下，其他的选手嘛捌用台语接受访问，像迄个乐天的教练柯明杰有啊伊嘛拢有讲过啊。啊，其实搁较进前啊嘛有迄个啥迄神拜啊我细汉的时拢看伊咧。拍球嘛伊咧牵球，迄个郭泰源有啊郭泰源伊嘛捌用过台语访问，所以为台语就是正做台湾人讲我是台湾人，伫国际上凸显咱的特色的一种工具啦。所以是这几年前啦2-3年前，迄个台湾办迄个世界运动大会有无？世界大学运动大会，世大运有无？伫台北办的啊，迄当阵第一名。天尼斯的冠军啦，天尼斯就是迄个 tennis 有无网仔球啦天尼斯的冠军伫加州出世的天尼斯选手曾杰生啦，伊嘛用台语接受访问啦所以爆红。你看，伊就是用迄个啥，用台语去讲即个天尼斯讲运动啦，所以。甚至你看，伊讲伊即个画面 ，YouTube 即个画面是啥？我伫美国拢甲爸爸妈妈讲台语啦。对吧？我之前去美国的时候，有拄过因妈妈啦，甲因阿嬷啦，拢做台语讲了足赞的啦，拢做亲切的台湾人安尼，所以伊嘛是，所以台语已经成做一种台湾伫国际，互人讲我就是台湾，我就是台湾，听到台语，看到台语罗马字就知影这台湾安尼，对吧？所以。互外国人买光批，光批就有人讲是明信片啦，明信片，就是讲。明信片啦，即咱台湾家己袂买台湾的啦，除非你要寄互外国人，对吧？有一套光批叫做"你好台湾"，你看伊面顶写罗马字中迄张"你好台湾"，有无？啊，正边迄个是专门台北的，这套是专门台北，有我手头有3套啦，一套是全台湾的，一套是敢若台北，一套敢若高雄的。台北嘛有罗马字你看正边这边的上面顶有无？台北有无？高雄嘛有罗马字上倒边有无？所以我讲台语啊尤其是罗马字，即摆已经变成讲，咱台湾要甲国际讲，咱家己有家己特别的文化，甲别国拢总无共。因为日本嘛用汉字啊，对吧？日本人嘛用汉字，中国嘛用汉字啊，咱台湾嘛用汉字啊。但是咱要安怎凸显讲，咱甲别人无共？咱用罗马字啊，对吧？外国无啊，别国无啊，就是安尼台语咯。好，这是第一个功能啦，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叫做什么物件呢？叫做文创宣传，就是吸引人客注意的好方法。咱若是讲咱用台语来写看板，像他拄先武航空公司其实嘛是安尼。咱会互感觉大家咧一路行过，拢是华语，你袂特别去注意，对无？但是向看到一个台语看板真特别，对吧？伊就会特别去注意嘛，因为看板的用途就是要吸引大家注意，互人入来消费看卖嘛，对吧？所以用台语会当互你伫遮济华语看板内底
凸显家己的特色，讲我甲别人无共，啊，你来看，好来，当时安怎用呢？高铁的便当有台语。哦，你来去坐高铁啦，你来去坐高铁买便当啊！这是疫情爆发之前我翕的啦，毋是我翕的，这个是我有翕啦，但是这个是另外。你讲疫情爆发之前啦，啊，即摆过一个疫情几6个月啊，我毋知影即摆还有无，但是疫情爆发之前是有的。哦，伊的便当就是台语嘛，啊，当然这是花西做的啦。哦，恁看倒边下面有一个花西雕带，花西雕带就是甲这乌白写的汉字飘做正式的汉字甲罗马字有啊吼。但是这是高铁便当的便当裤啊，高铁的便当用台语。过来，百货公司用台语，你看甲以前迄什么罗马饭、什么槟榔搭、什么迄个路边摊用台语无共，即马拢是消费较悬的所在咧用台语。台中有一间少年人真爱去的，叫做群美成品啦，吼，群美成品。这间百货公司吼，咱台中啊，有一个迄个，逐年拢会办迄个jazz的音乐节啦，吼，jazz就是 jazz， 吼，音乐节，就是迄个百货公司头前迄个广场啦，啊，足侪少年人爱去的啦，吼，好，伊呢，你看伊搭一个戏棚啦。哦，旧年热天，今年疫情的关系，啥物拢无嘛。这是旧年热天，就是伊最后一个热天的大型的物件呢。哦，你看这个戏棚，哦，你看正边这个叫有电通乌白蒙。当然，你讲老师这个乌啊吼，毋是用标准的汉字，这不要紧啦。民间咧用啊吼，因毋是较普罗啦吼，但是至少伊迄个通毋是乌白写的哦，伊是写真正通，毋是写什么母汤啦，要甲阿母摕来煮汤有啊，母汤有所以要写母汤。啊，下面啥食人搞当然，咱知影迄个食吼汉字嘛毋对，罗马字无标第八条，但是至少啊吼。咱是有汉字有罗马字就有生意的，对吧？过来 Q 弟弟啦，对吧 ？Q 弟弟啊，这边是林家逼，有无？所以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而且是少年人爱去的百货公司哦，规面拢是台语啦，哦。啊，老师这少年人好来。之前我咧收过台中另外一间百货公司，叫做金典酒店。金典酒店伫台中啊，是足文化人爱去的百货公司，是安怎呢？因为伊是甲饭店合作伙，就是伊隔壁是饭店嘛吼，饭店，所以伊常常甲伊的饭店租互迄个卖迄个艺术品的公司伫遐开展览，所以画展啦吼，所以伊就一间一间的迄个房间啊吼，女社的房间，就是一间一间的迄个卖艺术品的公司安尼吼，所以伊规间公司百货公司足有设计感的。我是伊的会员啦，收到卡达洛库啦。你看，伊卡达洛库的封面是上正边下面一个啦，叫做有闲转来坐，哇，有闲转来坐啦，吼！啊，头前迄个是有钱食饱饱啦，啥物毋是有钱食饱饱，是有钱，因为因的会员卡叫做晴天卡啦，所以有钱啦，有迄张卡都有特别的优待啦，吼！啊，吼，倒边面顶是客语啦，叫做有限涨来了，哇，是不是安尼？所以吼，会员的杂志呢，用台语、用客语做大标题啦，做大标的 slogan， 这间百货公司啊，伊内底有一个叫做第六市啊啦，吼菜市啊，有啊吼，伊伫百货公司内底开菜市啊，足特别的，吼足特别的，对吧？因为伊讲啊吼，外国人来台湾上爱去菜市啊，因为菜市啊会当看到咱的人情味，会当感受到咱的人情味，会当看到啊吼，台湾到底有啥物特别的物产，对吧？但是菜市啊，酒落落，热翕翕。啊，个太过啦咯，人叮叮，所以呢吼无舒适啊，所以伊伫百货公司内底开，你看有冷气，佮清气上，对吧？清气，凉啊，互大家安尼轻轻松松洗菜市啊，对吧？啊，伊内底你看倒边，你正边倒边下面迄个上趣味哦，伊的你看伊的英语甲华语，食饱未迄个对吧？食饱未迄个食当然是写毋对，迄袂要紧，食饱未。英语伊翻做啥 ？How are you？ 这个内行的，咱台湾人见面就讲啊吼，传统见面讲啊，食饱未？迄毋是咧问你真正食饱未呢？迄是像英国人、美国人咧问你讲 ，How are you today？How do you do？ 同款意思啦，对吧？吼，就是要甲你 say hello 的意思啦，要 say hello 的意思啦。你袂所以人来问你食饱未吼，照讲啦，照咱台湾人的传统，你袂当第一届就应讲也袂哦。袂使，
除非你要叫人请你食饭，啊无你也袂食饱，你想啊？人第一间问你食饱未？迄是客气话，客气话就是 How are you 的意思 ，How do you do 的意思。你一定爱回答讲啊食饱啊你咧，啊伊讲啊食饱，啊伊若真正有要请你食饭啦吼，的意思也是要招你入来做伙食。伊会阁问第二届，伊会阁问讲吼，啊敢真正有食？啊那安尼迄届就是真正咧问你食饱未啦？迄当阵人就暗算讲要请你食饭啦。啊，无人若无按算要请你食饭，啊，你讲也袂咧，要安怎？你要叫人安怎应，对吧？叫你等伊食，啊，唔紧等伊食，哎呀，对吧？所以这个内行诶，所以我讲这个金典酒店嘛，共款用台语诶看法，迄个啥，迄个所谓诶文艺爱好者，介意文艺诶人爱去诶百货公司。第三个百货公司是成功百货公司，成功百货公司内底有一个叫 Uniqlo， 迄嘛是疫情爆发进前去翕的啦吼，因为疫情这几个月拢无法度啦吼，所以这几个月无新的物件，但是疫情爆发进前，百货公司是这种的，是这种的。Uniqlo 是日本的卖衫的品牌呢，对吧？日本品牌伫台湾台中的成功百货公司，你看，伊每一支牌啊，这牌啊每一支拢无共所在哦，拢差啥？你今天熟悉了吗？有无？你看到台语罗马字无？台语罗马字迄个熟悉有无？所以伫成功百货公司，日本的品牌要卖衫嘛，必须要用台语罗马字来凸显伊的特色。有无？你有看到无？过来阿元地裤阿元地裤大家知影是台湾做迄个贵的地裤啦无介俗的地裤的品牌，伊是写起哦。你注意看伊的喙齿有关系的物件，拢写起，毋是写牙。迄若中文的写牙啦，牙科、牙签、牙线，有无？牙周病，啥物拢是牙啦。但是对台语来讲，牙甲起无共，牙是精生咧用的。高牙啦、唱牙啦，那人爱用起，所以台语拢是起喎，起面、起托啊、起歌，有无？是毋是安尼？所以用台语拢用起啦，所以伊写起的就是台语台语有无？过来，甚至你若看到背景，即北道的背景，迄成功百货公司倒一楼，若定去踅就会知影，台中的，迄是咧卖啥？卖床巾啦、枕头布啦，迄个卖困的用品的迄站楼啦，迄站楼有一个品牌叫做一日地树啦，一日地树，你看罗马字写甲大伫中有无？台语一日地树啊，下面有4个 slogan。食皇茶、洗身躯、来鼻芳、顾面子，拢是有汉字、有罗马字，有无？你看，所以百货公司不管是一般人会去的成功百货公司，你也是艺术爱好者会去的金典百货公司，也是少年人爱去的金美精品，全部拢有台语、有罗马字。时代已经无共啦，台语已经毋是路边摊啦。你爱坐贵的，才有台语。你看，坐飞轮机有台语，坐高铁有台语，但是若坐客运、坐火车，歹势无台语。哇，百货公司有台语，台语愈用愈多，槟榔摊的台语愈用愈少。所以台语即摆已经无共啊，即摆已经变成是社经地位较悬的人咧用的语言啊，有无？好，过来。所以Coca-Cola伊最近嘛推出一个对话版啦，对话迄个，就是伊面顶印台语、客语、阿美斯啊，台湾啊，就是印足侪语啊。我有去店里看迄个卖场看，上无销，上罕你看到的是啥物语的馆啊？你知哦？华语的馆啊，哇！伊有出华语，有且有一个国语有无？华语的馆啊，迄个上无销，上罕你看到。台语的上销台语的上销安尼啦，台语的上销。所以客语的嘛有啦，你看这个是爱去你食饭，有无？所以伊面顶写的是客语，但台语嘛是安尼。台语是啥？什么？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啦，什么安啦，我来处理，交互我，类似迄种，就是。Coca-Cola 美国的一间下国的集团要来台湾卖饮料，嘛就用台语啦，卖饮料，这个是啥？大院子啦，卖迄个切的茶，卖切茶，
毋是在藏人尔，吼，我毋是讲在藏人，在藏人大家拢咧用嘛，哪有啥？你看倒边下面这幅图上清楚，爱文芒果的正边是啥？台语罗马字山呀，有看到无？山呀，所以咧吼，伊这个大院子啊吼，毋那用台语，佮用罗马字，是袂彻底哦，袂彻底哦吼。啊，佮来台湾秘鲁啦吼，台湾秘鲁吼嘛有台语的馆啊。你看，伊讲当我塑胶的台语要哪讲？看鸟无点，外口是汉字。内底是罗马字，哇！内底是罗马字，啊，上正边这个是在哈罗台语要来讲，变声网，对吧？变声外口汉字内底罗马字，啊，你若甲变过来，迄个干那甲塞过来，伊下面叫做个经经典典的台湾囡仔，哇！意思是啥？你若要做经典的台湾囡仔，你得爱啉台湾秘鲁。讲台语，哦，这是台湾秘鲁啦。所以你看，卖饮料，不管是 Coca-Cola 也好，不管是赤茶大院子嘛好，不管是台湾秘鲁也好，全部拢有台语，全部拢罗马字。你看，连卖牛奶嘛着台语。这把是我伫迄个啥，头拄仔讲的第六市啊，有无？头拄咱讲金典酒店第六市啊，有无？内底翕的，伊是台南的一间卖牛奶的公司，叫虎山鹿龙。你看到罗马字无？你看到罗马字无？所以连卖牛奶嘛用罗马字咧，哦，卖早顿咧，这是食上饱，食上饱是全台湾拢有的早顿店。连讲你去的时，莫伫遐顾飞手机啊，哦，去看卖啊伊的杂志，伊店的杂志的标题，每一本、每一期封面拢写高早，有无？台语罗马字，台语罗马字啊！卖早顿嘛用台语，哦，嘛用罗马字。麦当劳嘛用台语，麦当劳202，这今年的计划哦。今年讲啥物？卖个困起床舞哇！所以啊，伊嘛是用台语来做伊的标语啊，台语来做伊的标语啊。哦，哇，麦当劳哦。罗马字的酒，有无？英国台语拢是细细字，有无？华语大大字，而且拢汉字，对吧？吼，啊，台语啊，吼，拢互叫做啥？幼名、别名、小名、俗名，所以台语就是又别又小又俗啦，对吧？但是即马时代无共啊，即马台语罗马字大大字写伫中，乃至往来游啊，有无？啊，华语咧，华语汉字写伫面顶细细字，荔枝酒、凤梨酒、香柚酒，你看无啥会清楚的所在啦，有无？时代无共啊，颠倒变啊，对吧？天地颠倒变啊，有无吼？所以咧吼，迄个啥，这个是我去卖场翕的。哦，诶，相片安尼，吼，对吧？啊，过来，台语摕来做啥？文创小物，这是我伫台南诶蓝晒图，哦，台南有一个蓝晒图园区嘛，吼，文创园区嘛，吼，迄个所在一间店内底看到的，伊有罗马字甲汉字，有无？日头赤盈盈。哦，有无？伊甲日头赤盈盈摕来做 slogan， 放伫伊的围巾啊，哦，迄个围巾啊内底做一个商品咧卖，哦，这就是啊，其实商品有足侪啦，商品有足侪啦，哦，但时间的关系用这来做代表，哦，啊，我嘛收到一个台语的皮囊安尼，吼，台语做的皮囊，物件哇，伊迄间店的名叫物件啦，吼，啊，这个下面这个新年快乐哇，吼，全罗马字的迄个红包乐啊啦，吼，红包乐，这就是台语正做。真做看板，真做文创，真做迄个商品的 mark 哦，要吸引大家注意的用途，哦，用途。所以科技的所在，甚至科技的所在要吸引大家注意，嘛用台语哦。你看，这个是六克度火箭啊，火箭六克度，这是真正哦，真正的火箭哦，台湾的六克度。伊面顶写啥？用罗马字写火箭，哇 ，HOECHIN， 哇，火箭，哇。哦，因为这咱等下小解掉，因为主持这个会战计划吴宗信教授，伊8月初一特别接咱台湾会战什么部的主任，就是讲台湾研究这个六克度研究会战上悬的单位的上悬的头，就是咱台湾的会战画头的，会是台语人，而且会罗马字的人。所以，伊伫伊做的会战面顶有写台
台语的花钱罗马字，你看有厉害无？哦，足厉害对吧？所以哦，第三个功能咧，咱讲第一个是正做国际宣传，第二个是通吸引大家的目光，第三个是啥？若要讲台湾在地物种，一定要用台语讲才有。恁先看这个图。这个是我伫台中的羽毛屋啦，哦，翕的物件。羽毛屋是贵的店哦，迄超级市场吼，迄个是无俗的超级市场哦，吼。台中的就是讲想要买较好的品质的肉甲鱼啊，拢会去遐买。你看伊面顶伊的鱼啊，叫红盘啊，有无？三角、金钱啊，有无？红鳌、石膏公，这拢有华语名，但是伊全部拢用台语，其实也有足侪啦，因为画面的关系，甲来咱经市场来看，伊所有的鱼啊，全部拢是用台语来漂的，啥物无爱用华语来漂？因为大家看无嘛。我跟你讲，我就定来讲啊吼，咱台湾的自然课本啦，拢甲生活脱节，是安怎呢？课本，咱台湾小学的自然课本教你啥物？台湾沿海常见的螃蟹有红心梭子蟹、巨源青蟹。我定来甲先囡仔讲吼，你去菜市仔甲买一只红心梭子蟹来看卖，看袂有啊？伊定甲你讲安怎？哎呦，这你可能爱去科学博物馆找看卖哦，也是甲你讲吼，你可能去屏东迄个海洋生物馆找看卖啊。阮遮无即个物件啊。但是红心梭子蟹台语是啥？3点啊，3点起啊啦！你若去炸巨源青蟹咧，红鲫啦！你若去菜市仔卖3点啊，卖红鲫，因哪有可能甲你讲无？伊甲你讲，这现老啊，上青的对吧？啊，无你去课本教红心梭子蟹、巨源青蟹去买看卖，对吧？所以台湾人啦，台湾人咧讲台湾在地物种的时，有源是用台语咧讲，所以你若要讲到台湾在地遐个动物食物，一定要用台语。所以羽毛伊无可能写一个互你看无的名嘛，对无？用华语写，你绝对毋知迄啥物鱼啊啦。但是伊若用台语写，咱讲盘啊鸡赤中，有无？就是安尼嘛，吼。过来，所以渔业署的腊日嘛是用台语，台语写甲大大字。大目连、杀目啊、量大，你若注意去看迄个渔业署，你会当去渔业署的网站去登录哦。迄个腊日，逐个月有一张，一张就是一个月。哦，伊啊吼，台语写甲大大字伫中，华语写甲细细字伫面顶，甲头拄迄罗马字的手共款，是安怎？讲华语的动物，台湾人听无啦，拢一定爱台语啦。所以吼，若要小解公共卫生啦。嘛爱用台语，这个网址啊，吼，你当去看，这个是一个做公共卫生的教授做的，有台语版，对无？是安怎？你甲年岁较大的人讲啊，你得蜂窝性伊就甲你讲啥？啊，医生甲我讲我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啦，啊，我就听无迄什么碗糕啦，啊，你若甲讲，阿桑，你这芳寿英啦。啊，送着哦，这足严重啊！你紧甲办大医，台湾人啦，老辈去理解遐个病啦，有原要是台语啦，拉牙旋尿啦，对无？拉牙旋尿啦，哦，有无？批蛇啦，哦，是毋是安尼？迄拢是用台语去理解嘛，吼。好，啊，过来，这是台中的科学博物馆，台中的科学博物馆啊，吼，你看，伊咧小解啥？厝邻定看到的虫拖的时，伊有小解一种白额高脚猪，伊专工爱用台语用罗马字注一个第二抓哇，注一个拉牙。是安怎？你敢讲恁兜有白额高脚猪？什么白额高脚猪？台湾人听无啦！啊，你若甲讲有拉牙，拉牙，大家拢知影对无？所以第三个功能就是，你若要讲到台湾的。在地物种的时，请你得爱用台语讲，台湾人才听有啦。莫所以，我定来甲咱的课本迄个自然科迄个主编讲，你著甲飘一个台语伫后壁，大家就知影你咧讲啥。安尼你的课本才会当甲台湾人的生活做连接嘛，对无？哦，好。所以台湾资讯协会伊咧推萨环保的时，嘛共款用台语有罗马字有无？翠暗。哦，哇！伊讲你敢知影今年翠安变成海墘粪扫的新焦点？哇！有汉字，有罗马字，华语细细字伫上下面。
有啊，有啊，好，过来，这嘛是啊，咱拢讲乌秋啦，你若甲学生囡仔讲大卷尾上中下面即个啦，大卷尾伫台湾是足接看到的，鸟啊足接看到，但你甲讲大卷尾大家其实毋知影你咧讲啥啦，就是你咧讲一种外来足厉害、足罕你看到的品种，其实毋是，你若甲讲这叫乌秋啦，乌秋夹叫，迄台语歌自细汉唱到大汉。大家就知乌秋就是迄啦，就是迄，对吧？所以你若甲讲大卷尾，毋知影嘛。所以台语摕来教台湾的生物，足舒适的啦。好，后一项是啥？学校开始用台语，这免讲，要讲伤济啦，咱快速讲过就好。因为安怎？因为明年开始，国中、高中嘛要必修啊，大家拢咧用啊啦。你看，所以各高中的老师开始来台语研习啊啦。去年年底我办一个。国中、高中正式老师参加的迄个啥台语认证的班，所以呢结果就专门为着台中市办的啦全部都满报名，无一天就全部满100外名额，全部拢满。而且阮阁限讲一间学校结果会当2个老师来报一间学校2个老师。限的，结果100外名啊，共款一天就报甲满。即摆阮伫北中南东啊咧办研习啦，国中、高中正式老师的研习，嘛共款全部拢满啦。因为阮有名额限制所以就超过几6倍就对啊啦超过几6倍啊。所以国中老师高中老师已经开始咧研习啦甚至阮已经咧研发所谓的双语教学，迄是国小一直到高中的双语教学诶。迄个老师培训所以已经甲教育部咧讨论即个可能性所以在职教师未来修60分有可能，即摆要咧规划，有可能会当加伫你的教师证明顶加注讲你是双语教学台语的专长若在职的咧，就是师资生、大学的学生修10分嘛会当去加注即摆已经教育部咧研究所以已经完全进入校园啊啦进入校园。出版社的海报，这叫南一册局。你看无共款，你有看到3字无共款无？这是小学的啦所以已经开始伫无共款的所在，拢出现台语。这是补习班。你看，大家好，我是伫补习班教册的数学老师。这是我用台语教2项式定理的影片。你看，用台语教数学啦，而且伊讲迄是学生雄甲我 Q 的，我无准备有的事讲甲较落差，对无？最后伊讲啥？我对台语完全袂晓听，学到呾才要5年尔，但是要5年尔，已经会当用台语教数学伫补习班。嘛，网络有人用台语教三角函数，这个叫做拖西连啦你看伊的字幕，台语的有的对这款公式有足厉害。所以台语已经进入教学现场啦，用台语咧教册，已经是愈来愈时行的代志。好，过来，台语开始出现伫无共款的杂志咱遮杂志快速，因为恁家己去买就好啊7嘛拢买得到这个杂志。第一个杂志毋免去7买，你坐高铁每一期拢会有台语，每一期你家己去找看觅，迄当作是一个，互大家去找，你若去坐高铁一个趣味啦伊会安怎用？会用汉字加罗马字你看上下面倒边即幅图的上下面叫一块刀食，一块刀看头前是汉字，后壁是罗马字。正边这个咧小看黄喉雕咧，黄喉雕尾第2段，尾第2抓，伊讲从台语称黄喉雕为姜仔虎，头前汉字，后边罗马字，有无？高铁讲高铁讲，我为着要表现语言平权，我每一期的杂志拢会有这种头前汉字，后边罗马字的台语的部分，你自家去找看觅，高铁的杂志每一期拢有。过来。台湾图书馆啦，台湾图书馆是教育部下面的教育部台湾图书馆今年3月推出第1期，有一个在地杂志。你看伊的 slogan， 你看伊的标题，在地迄个汉字正边有 CHEAITE， 迄个 T 佫做成一张树在地台语来做伊的刊物的名，而且佫有罗马字，佫有罗马字，有无？当然迄是教会罗马字啦，白话字安尼。所以呢台湾图书馆的杂志，
要讲台湾本土文化教育的有罗马字，有罗马字。过来，这个杂志叫做《乡间小路》，7-11拢有咧卖，伊吼定定有台语啦，有罗马字，所以伊毋是讲酿酒，像这期的主题毋是讲酿酒，伊是叫做吉酒，有啊，吉酒，完全是台语，伊甲你教讲真高啦，马西啦，这种啉酒会用的话嘛，对吧？有汉字有罗马字。过来，新华对杂志是台湾文化协会发行的，伊的总发行人是蔡英文，是总统，迄是咱的杂志。伊有一期叫做《大家讲母语》，内底有一个篇目叫《大家讲台语》，有啊是面顶正面中迄是我，正面是迄个啥谢明佑，金曲奖的歌王啦，台南迄个谢明佑啊，下面迄个叫做吴宗宪，摕一个6克刀迄个，迄就是我讲的迄个要接台湾火箭中心主任的迄个吴宗宪教授，有啊就这啦，好，过来第5。语言平权啦，语言平权，什么所在的语言平权？博物馆啊，对不？你照顾我台语人啊，我会晓用，我干那晓台语，我就袂当用博物馆啊，我就袂当享受博物馆啊。所以台湾博物馆伫22公园，迄个台北车头边啊，迄个最厉害的博物馆咯。台博馆随时拢会当去听台语，随时哦。另外，伊甲你写啥？伊的 slogan 就是要听台语嘛可以哦，哇！台语导览，因为阮有咧甲因斗训练，随时去拢有台语。甚至咧伊会出台语的文宣，像旧年热天，伊就用一个啥？伊就用一个菜市啊安怎讲，就是迄个台语，伊有出一本册啦，只要有。定来看到的菜色，像我丝瓜台语叫菜瓜，面顶汉字下面罗马字有无？青椒就叫大同啊，正边有关俗语，台语的俗言语，什么目睭花花，布啊看做虾米，内底爱填虾米，有无什么正月创2月久，3月幸4月用，有无一寡台语相关的台湾博物馆的台语。台语，过来美术馆伫台中定拢有台语导览啦，所以伊伫迄个啥进前2017年开始，因就有台语的即个导览的物件，所以你看伊的 app， 这是因美术馆的 app 啦，app，伊内底即个展览，伊敢若有台语甲中文互你选，有啊，迄导览，迄录音档，有啊，台语导览哦。即马当咧展的叫做禽兽不如，嘛共款有即个台语罗马字的迄个导览的物件，甚至是电台节目用台语讲美术啦，即是即马你去网络教育广播电台，你去找一个。宝岛美术馆教育广播电台内底有一个叫做宝岛美术馆的节目，这样内底就是有一个教授啦，廖新田教授，伊用台语咧主持，咧讲台语的美术，用台语讲美术，伊是美术馆小解美术，伊是美术的专家，用台语这期是咧访问我的，你即马去网络去教育广播电台，找宝岛美术馆，要听得到这段。甲我的，就是伊访问我的，甲我录影的迄个录音啦，录音，即马去网络也有，像阮咧迄工咧讨论美术要安怎翻译啦，我甲讲阮学生啦，去甲国美馆翻译迄个物件啦，安怎？我要讲啥渲染啦，伊讲天空以浅蓝和橘黄色渲染，有无下面个第3段个有一个以浓厚的水墨晕染，有无所以呢无好翻啦，台语安怎翻？天顶用浅青色掺黄甘仔线来染啦，就是安尼啦，过来，图的下骹边甲顶半边对比，甲高高的水目倒开，甲顶顶贴贴的树仔染出来，转然无留一丝通喘气的空白，对无？用台语讲美术，毋是袂使，共款会当讲甲真水气。好，所以中华电信的智慧家电，就是你甲讲要放什么音乐，嘛开始用台语，有无？讲台语嘛会通。以后你毋免佮甲伊讲爱宝贝，我要听欢喜来恰恰，你毋免甲台语的歌用华语的名讲出来啊，用台语嘛会通。你一定要用台语直接甲智慧家电讲。好，过来第6，世界有名的作品。拢开始豆翻做台语啊！像这最近打出的，你无听过的格林童话，
高龄同学开始翻台语。过来，前一阵仔上出名的小王子，伊卖到第6版，就是讲伊一直卖了，佮印，卖了佮印，卖了佮印6届7届，卖了足好诶啦，卖了足好诶。好，阮剧团诶热天行人 Shakespeare， 伊用莎士比亚改编莎士比亚音乐剧《仲夏夜之梦》，有无？热天行人啊，面顶佫有马克白去美国去世界演出台语改编的世界有名的文学作品。过来，马路口。讲台语，教育部有樱桃小丸子台语版，所以台语开始有世界有名的作品啦。你家己去 Google 樱桃小丸子台语版，找会到网络。哦，高中生开始用台语写绘本，高中生开始用台语写绘本。哦，就是你看，这是即马台南女中的学生有6位学生，哦，甲有几个指导老师做伙用台语咧做绘本。哦，来。好，咱时间无济啦吼，剩5分钟，咱紧甲第7项啊，咱拢总有查。第一，台语已经变做政府的正式用语。英国台语的政府的台语文宣就是安尼，英国足少的，佮黑白写，什么有恁来参详有无？啊，能源转型是咱的代志有无？就安尼黑白写，哦，佮毋是主要的哦。但是即卖的政府用台语安怎用？大班标准佮有罗马字。行政院长赖清德，就是即摆副总统啦，赖副总统进前咧做行政院长的时，伊寄出来卡片生做安尼，倒边是英语，正边是台语，啊有罗马字。亲爱的朋友，旧年罗腊有罗马字，有无吼？欢喜有你，感谢你。这是伊寄来过年的卡片，这是行政院寄来哦，所以算是官方的正式的文书哦。内底有英语，有台语，无华语。无华语啊！即摆是咱的副总统，有无副总统？啊，即摆行政院长伊 FB 写安怎？无代志，卖出国，台语罗马字标准用字，有无？行政院长、副总统、行政院长，所以大官好拢安尼啊！过来内政部嘛，甲你讲，小等一下，有汉字有罗马字，有无？内政部嘛安尼用哦。卫生福利部甲你讲，啊，中部长甲你讲，小本的缴春，小抢食无分，有无？卫生福利部嘛咧用台语哦，吼，啊，过来文化部咧，这是文化部7月初6，拄啊一礼拜前抛出来物件，文化部上新咧，哦，伊7月初6讲啥？国际炸鸡日，我用红线有飘起来，追剧下酒必备的咸酥鸡，你有看到台语罗马字无？文化部用。台语罗马字，台语，伊就是用德语滥用啦，甚至安怎？文化部寄互我的开会通知单，受文者你有看到无？信汉和，伊罗马字是伫头前，汉字是伫后边呢，所以表示讲啥？伊认为罗马字台语的，才是我真正的名啦，后边汉字只是备注尔，附录，有无？这是正式的政府公文哦。正式的政府公文哦，教育部学习历程互高中生看，做伙学。你看做伙学用台语，但是这当然咧做写唔对。但是你看教育部另外一个，伊内底洗手挂喙罨，伊咧宣传啥？教育部的台语认证考试用台语用罗马字，哇！所以各部会拢开始咧用啊，中央部会啊，地方咧，这是立法委员，你看暗时7点。做伙来看，有无？立委全台语的海报，陈佩仪，有无？吼，陈柏惟，啊，过来苏巧慧，今年哦，你看7月初3，2021 7月初3，苏巧慧立委伊的水獭妈妈悄悄话，暑假第一天再推台语版，台语，吼，有无？立法委员，吼，潘平安馆长，伊讲这是饭汤，毋是糜。对吧？屏东饭汤罗马字，有无？罗马字。高雄历史博物馆书写高雄计划，即摆哦6月初3，这是今年顶个月，即摆也未杂志哦，即摆也会当投稿哦。伊的书写讲高雄安怎讲？伊讲计划办法乐长，有无？台语罗马字，有无？伊用高雄市政府嘛用台语伫遮，台语伫遐。过来台中市咧，你讲。迄头拄迄拢青嘛，哪个咧？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长，人讲台中上出名就是庆记哇，然后啊，台语这字庆记，毋是安尼写，请你写
庆字汉字是安尼，罗马字是安尼。台中市哦，新北市哦，新北市连字幕拢全台语哦。你看，全台语配音的新北政府宣传片，连字幕拢全台语。安怎全台语？这条歌敢若伫倒位听过？迄个字是罗马字，我用汉罗的字幕，哪个部会？共款管是共款用台语罗马字啦，哦，这台北市。所以哦，台语佫会当安怎？无时间啊，咱甲看过就好。连结海内外心，法国台湾协会办台语活动，随时有一个台语社，随时有一个台语社。阿特兰大有一个台语班，阿特兰大有一个台语班，西雅图有一个台湾语言协会，就是海外台湾人因学台语的热情比咱台湾人佫较热啦，佫较热，吼。所以外国人拢知影爱用台语甲台湾人博感情，所以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处长全台语甲台湾告别。美国人用台语讲军事合作，所以大家拢知影讲爱甲台湾人博感情，爱用台语。所以美国的图书馆嘛有台语故事的专门时段，是美国的图书馆哦，美国的图书馆。好，过来哦。用伫媒体通吸引无共的收视群，这个看过就好啦。公共电视今年晓得2021 7月有无推出台语的网页，啊公司有台语台，公司有台语台，台语台有专门教台语的节目14台啦，逐天一句花市有台语新闻，叫做花市调台大家看。台视有台语新闻，甲逐天一字，逐天一字。闽市有台语新闻，甲台语讲世事。你看新闻电视台拢有啦，啊，过来影视、电影、电视，这拢足出名的。流行音乐，这拢足出名的啦，这拢足出名的。甚至今年金曲奖入围的布新田，2020啊，旧年金曲伊的专辑入围的这个 CD 的封面有罗马字，有够猫。蔡昌宪少年囡仔，伊做水饺艺人啦，伊卖水饺，嘛爱叫做啥？浮现。你看正边 slogan 嘛用台语，唔管几粒，拢互你食袂咸。哇，嘛用台语哦。蔡昌宪做的水饺，即马当咧卖。来，所以台语的用途讲袂了，等你来想新撇步啦。他都已经讲遮济项用途啊，台语可以当用伫倒位咧？这是大家必须要来思考的。台语愈有路用，台语若愈有路用，大家就愈想要学台语。咱讲台语若会趁钱，大家半暝嘛来学啦，对吧？所以咱鼓励台语人啦，大家做伙来结头壳，来想台语的新用途，这是一个台语的新时代。所以咱讲台语大时代，大家做伙来。我就讲到这，感谢大家。咱今仔日是在讲足福气的会当看到信涵老师伊安尼拼性命毋知安尼整理研究几偌久的时间翕偌尼济即个扛棒做偌尼济研究今仔日用短短时间1点钟来讲做咱的介绍，我想足要紧，就是互咱逐个家己知影，咱家己的台语。咱家己的文理其实是足有效，佮足要紧的。但是真侪人足安尼足保守，但是嘛，抑佫有足侪人因为过去的政策，互咱大家说无去重视着家己的语言文化，这是足无彩的所以咱即马教育部真用心是要推动，互逐个人迄个意识，对家己本土、家己要紧的即个文化语言先转起来，然后就是你家己就足要紧毋免大家搁来亲像教授啦，遮个学者啦，遮个专家遮个团体，拢遮个老师拢是甲咱斗骹手，大家斗相连，搁甲紧啊连起来。我想经过咱信涵老师所甲咱讲的遮，我相信大家会知影，台语是足要紧的，是足有路用的，搁会趁钱的，搁会成长的，搁伫国际间会当真足骄傲的所以我感觉这是对咱家己一个增加家己的信心、家己的自信家己的骄傲我会记即个阿勇阿华因就讲外国人就讲台湾人就是爱加强家己的自信其实足好的，
咱家己都毋知影，所以这只是佮咱加强尔吼。我是讲今仔日信涵老师讲这吼，其实伊还佫足侪咧啦，还袂总定出来咧吼。但当然这就是即便只是一个第一阶段的是开始吼，真多谢这安珠老师甲咱做遮尔济联络，遮尔济安排吼，咱真多谢。多谢遮个老师，大家一句话马上就拢投入落来吼，嘛真多谢咱所有遮个咱的关心的人，大家拢小钱赶紧入来吼。即摆嘛已经大家咧讨论讲，是要搁延长较久啊，无较久。但是我想大家稍安勿躁，咱只要大家心肝啦了解咧吼，这是久久长长的代志，但互咱大家人拢有即款的体验，大家真心，你家己一个，你家己。嘛是信函的另外一个分身啦，共款即个都要直传去，这是我先做的一个，咱先大家先用热烈的呼声来多谢咱的信函老师，敢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来，二传这个嘛，来改变一个哦吼，我来改变一个个。好，毋知有人，我是讲信函老师大概也会使小等几分钟吼。大家毋知有人要反映无，还是要甲问一个无，还是要请教无，还是要建议无，拢会当趁即个机会。你请你举手敢好？有一个迄个 anyone，敢若进前的举手啊，甲内玉嘿。好，你请你麦克风爱开。麦克，要讲话麦克请开一个嘿。我要感谢老师。所以我认得去拍摄，老师多谢你，谢谢。感谢。哈，多谢。佫一个。教授好。你好。你好，教授好。拄则吼你有讲到即个美术馆的即个 app 吼，我拄则有去下载啊吼，是还袂试啦，因为咱看咱迄个，拄则教授有一个简报是即个用医学讲台语即个部分，因为我。敢若是伫 Google 敲找袂到吼，敢会使简报搁秀一下吼，互大家看一下，来翕迄个网址来连接一下。医学的晓？嘿，是。好，我来开等下啊吼。好，多谢教授。我来分享啦吼，我来分享。还袂开始，等一下吼。好。因为翕相袂赴。是我顶我私底下这个传，我有你的迄个，迄个联络方式，我这个有出来，伊迄个开机啊，开档啊，来等一下，你等我一下吼，我即摆来用。你介先伫中迄个卡达遐。对，伊学讲台语的迄个。嘿，是。公共卫生啦，嘿。我想吼，伫遮若算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像恁有相款的意见，我来会当伫留话，然后后壁阮会阁继续处理吼。对，我看我留话好啊啦，嘿。好，过来，我伫留话遮囥。嘿，已经囥啊。好。来。好，毋知抑阁有人有建议无？还是要问的？还是要甲老师？这个 player 吼，这位。老师，你先讲。老师歹势，我看今仔日即个泡粉就真好，我若去教我的学生，我应该会真适合，毋知迄有法度分享互阮去用无安尼？这我搁甲关怀讨论看觅，看要安怎处理吼，是无问题啊，无问题。迄个啥，就是我则甲关怀。做伙讨论，看要放伫倒位啦，吼，大家会当去掠是啥？好，多谢老师，多谢。好，伫遮要甲大家表示，就是讲你要讲话时阵，请你有哪说明你是啥物人，互大家知影一下吼。咱真欢迎大家做伙，因为这个是为着咱家己的台语。台文，咱家己的文化，所以即个拢真欢迎大家来参加吼。恁若伫遮会当发言，就发言；若无，请你一定留话，阮后壁就会处理。工作人员，咱关怀文教基金会五六个后壁的
无伫银幕顶面看到的遮个人，啊，逐个拢足认真咧努力。咱原来甲因拍一个波啊，甲因讲一个多谢吼。但因伫后壁，逐个非常辛苦。当然，其实上辛苦是遮老师哦吼，啊，佫有安珠老师，啊，伊。别伫幕后，伊伫后壁原来会出现啦吼。即马已经嘛有真侪教授，已经咧拜9月以后的啊吼。啊，所以逐个若感觉讲，你有一寡感觉真值得分享互别人的吼，请你原来毋通按度，你毋是干那会使去学别人的，你原来会使将你的好步啊提出来，甲逐个分享，迄就是你迄个所在的团体，也是你恁。逐个人的研究，我想不要紧，这是咱的共同的财产，吼，是咱共同的财产。毋知抑阁有人要发言无？有啊无？若无，咱就安尼就先来到遮过一个段落。咱会记哩后礼拜敢抑阁有？后礼拜也有哦，吼，啊，所以请大家搁去互搁较侪人知影，然后咱一直 Q，啊，咱后壁原来咧计划要安怎来连接大家做伙来要求每一个家庭拢做咱的台语家庭，安尼敢好？敢好？好，就敢好。啊，然后拜托你互咱到想。安怎样在落实每一个家己的家庭拢是母语的家庭，这是第一步要爱做的，共同来做，敢好？好，真重要，而且多谢大家参与，多谢。啊，第三天后，今仔日的这个内容，就伫 YouTube，就是迄个网络顶面，恁嘛会使去看，嘛会使去招人。搁去鼓励人，较侪人来看，啊，然后吼，即马逐个拢咧，迄个数字直直升起哩吼，已经2000多人去啊吼，啊，所以加强，咱足欢喜，逐个人会当做伙学习，啊，做伙来进步，台语的传承，就靠你哦，多谢，再会。谢谢马老师，谢谢，感谢主管长，恁辛苦咯，感谢。多谢大家，多谢。来，小等下，今仔日偌济人？我告诉。嘿。那会使咱伫线伫网络有200字吼，啊，咱现场是100，所以今仔日300字，抑阁有足侪空间的哦吼，抑阁有足侪空间，会当互人知影。通赶去，有个人拢先拷问讲啊，袂要紧，我有时间甲看，我是毋通现看现收现赢啦吼，所以赶紧鼓励较侪人咧吼。第一天诶已经突破2000去啊吼，啊，所以逐工咱一直累积，我看大家做伙为着台湾做伙拼势，多谢。头拄敢若有人要讲话是无？是嘿，请教馆长甲即个教授，我敢会使去讲几句话分享。你是内容是无？是嘿。对即个教授伊即个台语康板有啥物用途？请开始伊简报内底有讲到即个情感性甲即个工具性的语言吼。我感觉伊分析了真正确吼，就是讲咱学台语有啥物路用，啊，咱学起来咱是以后要做啥物啊？伫啥物所在要用台语？吼啊，其实真侪人学台语起来，伊是讲啊，伊做台语老师，也是讲伊去做一寡其他较文的工课，接一寡譬如讲文甲武无共款啦吼，啊像讲我虽然即摆无伫教学现场吼，毋过我是咧做文的工课，我是咧做幕后的工课。譬如讲咧校对一寡歌册，也是讲一寡俗言语啦吼。啊，当然这就是甲咱这学台语这文的部分是讲咱无讲出声吼，这是较迄个较无适合讲咱台语伫即个沟通的方面吼，较直接啦。因为咱台语毕竟要传承落去吼，传承落去，一定就是爱人甲人之间吼有即种密刻，也是讲面对面的沟通的语言的发声，这较是重要。啊，毋过学台语上重要就是讲吼，咱不管是文字还是声音，咱拢爱甲做结合啦。这是我个人一个心得的分享安尼。以上，多谢。
请入园长甲即个教授吼，愿意啊，佮甲逐个学员吼，愿意讲听我分享一下安尼。好，是。感谢。迄个信涵教授有要回应无？雷玉是高雄的老师啦，足认真的。进前硕士论文的是，伊就是做高雄左营甲左营区甲林园区的台语看板啦。迄雷玉老师，所以伊嘛收集足侪，所以佫足认真足拼死的。前一阵伊佫寄迄个啥俄罗马字的珠仔台来，互我安尼就连讲才会分享迄就是用拍珠仔台来俄罗马字，嘛介新鲜。我是啥？我小可补充我的感觉，就是讲咱学台语、学台文，毋是干那为着要做老师来教人的。这是为着要帮忙，互大家赶紧恢复咱的家己的母语。其实咱的母语就是伫日常、伫普通的生活，甚至你做学生、做老师、做事业、做各种，甚至头我讲，毋管是太空的中心的主任，甚至你做立法委员、做议长、做啥物，拢是，就是甲你的一生其实是相结连的，毋是干那做老师才需要学台语吼。我想讲，咱逐个人，每一个人你活咧，你就爱开喙，你就爱讲话，就爱甲人联络。你做事业，你要趁钱，要创，你做医生，嘛是爱讲话呢。你甲你的厝里的人嘛爱讲话呢。所以对于出世到你掂起迄时阵，我想一世人拢有路用。包括头我信涵教授，伊咧讲我当你做啥物事业，伫啥物时阵都会当展现。我感觉这拢是一种真正面来鼓励。即个其实咱可能就是要教文嘛，有直直讲，咱毋通干那直直讲台语会死去，咱绝对袂使互死去。咱逐个人拢注意，绝对袂死，嘛袂使互死去。咱若有认真，绝对袂死。我感觉咱爱有这款的信念。做咱共同的理想，安尼敢对？对。好。赞。安尼，今仔日咱到遮做一个结束。好，后天。馆长何老师，我会使请教无吼？就头拄仔咱咧讲即个台语当时行嘛吼。何老师有整理拢从10个迄个因素，10个吼。敢有迄个会使连结吼？迄个网络的迄个连结吼。看到迄个老师的迄个10项写迄个 paper， 若安尼吼，阮伫咧宣传吼，伫咧教囡仔时阵，我感觉老师整了足好诶，阮本来吼拢无去注意着，哇，原来真侪物件拢有咧是行讲台语啊，所以我感觉即个课是足好诶，但是阮平常时接受到拢是片段安尼尔，拄好老师甲整了足好诶，敢是老师的迄个连结。你嘛会使讲，你会著作起来，然后何老师有讲咧讲，即个台语当时行吼，有过来迄个面相甲，是讲写下迄个文章，阮就会使做连结来，互其他的人做一个迄个学习甲宣传，多谢。若要影音吼，影音的部分就是伫网络拢会当。一直去看嘛 ，YouTube 迄个咱关怀拢会甲伊放去你 YouTube 顶面，吼，大家一直看嘛。甚至你要分享，你要伫上课的时放，拢会使嘛，吼。若是讲文字的部分啊，吼，无我着佮甲文字部整理一下，文字的部分啊，无图的部分，放伫我的 FB 才来分享互大家安尼。就是10项到底是什么所在安尼，才来分享互大家安尼。好，安尼足好诶。老师 FB 是用你即马看到迄个英文名还是本名？我用罗马字诶。你用罗马字诶。信汉和。好，多谢。好，欢迎大家会加入咱关怀文教基金会甲关怀电台的即个 FB。我想大家大家愈练愈大愈实，大家互相会当做伙来推动安尼。好。真多谢大家吼，咱个拍好啊，较大声，互咱信仰真正好，多谢。感谢关注。啊，多谢你，多谢。